各位，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，我讲一个跟母亲有关系的公案，叫做补丁的衣服传奇。话说啊，张三外出去郊游的时候，遭遇了车祸，好在事故不大啦，只是划破了表皮啦。将撞坏了车子送到修理厂之后呢，他忽然想到父母的家就在附近啊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看了，于是他回去家里面一趟，并住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衣服啊，发现衣服上面破损的地方已经被母亲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好了。把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呢，张三有一些感动了，又有一些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有的是钱呢，这件衣服他回去以后可能就会扔掉了。由于工作太忙嘛，回去之后却把这件事情给忘了，他就穿着那一件补丁的衣服，在各种场合穿梭，并且还谈成了一笔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决定的大业务啊！一直忙到晚上，他才想起来身上穿的是一件破衣服啦，就脱了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第二天上午啊，他前一天所谈成的那一笔业务要进行正式签约，客户就问他：哎，你昨天穿的那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，今天怎么没穿了呢？张三很不好意思地说：换下来洗了啦。大客户拍着他的肩膀就说：你可能不知道吧，我们能跟你签约，都是因为你身上的补丁啊。从小小的补丁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很艰苦朴素的人啊。而一个艰苦朴素的人，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合作伙伴啊。张三回到家以后，就赶紧把垃圾桶那一件补丁的衣服翻出来了，洗了一洗啊，挂在不起眼的衣橱角落里面，心里想，可能什么时候还会派上用场吧。一星期过去了，这一天早上，他刚要去上班的时候，张三的家里来2个警察呀。原来上一周一个晚上，一个有钱人被绑架了，而且还被撕了票啊！绑匪当晚就被抓到了。警方在审讯绑匪的时候呢，他们供说了，原先他们想绑架的是张三，所以警察来提醒张三，你要注意啊。张三吃了一惊了，就问警察：那他为什么最后没有绑架我呢？警察就说：因为你那一天衣服上有补丁啊。当绑匪在寻找目标的时候呢，看到你衣服上的补丁啊，推想你不像传说中那么有钱啊，认为有钱人不可能穿打补丁的衣服啦。张三一时感慨万千，没想到母亲替他缝补的这一件破衣服，不仅仅促成他的事业，还意外的救了他一命。警察走了以后，张三打开衣橱，把那件破衣服拿出来，一再抚摸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，不禁想起浩荡的母恩呢。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，泪水滴湿了那一件补丁的衣服啊。因为这一件补丁的衣服使他逃过了一个世界，张三才惊醒过来。母亲对子女的爱，不单单只在无意之间救了他一命，还将他误入歧途的心给换回来。同样的一件事情，给人的启示都不尽相同。希望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公案，给我们的启示是：为人一定要诚信，要简朴，才是成功的关键。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多多关心父母啊，报答父母的教养之恩，才是为人子女之道啊。我们要尽孝，诸佛菩萨都告诉我们让父母3餐能够稳定正常，不要有任何欠缺，这是出
初步的孝。你在外面广结善缘，累积很多的功德，你的名气非常之大，父母以你这个孩子感到光荣，这个是忠孝。最大的孝是让父母懂得念佛，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以后能够往生西方净土，这个才是大孝啊！给父母最大的功德，最大的礼物。所以我们为人子女的，不能有一时一刻忘记父母的恩德，我们要牢记在心，我们要报答父母生育的恩德、养育的恩德，还有教育的恩德，我们永远都不敢忘记。我母亲殒诞那一天，我要办一个诵经仪式，来怀念我母亲，孝敬我母亲，让她的品位能够提升。因为有母亲，我才有机会在这个人世间跟十方众生广结法缘。我很感激我母亲，今天将这个公案来告诉大家。阿弥陀佛。